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香港反送中国发生着严重的警民冲突。本地这个游行是真平和，但是民众行到荃湾公园了后，警察嘛进驻维安，引起着市民的不满。甲警察包围伫大路中，双方开始来对呛。警察是射这个催泪弹要来赶人，示威的民众是结庄仔角来回击，场面是非常的紧张。华视新闻的记者伫现场有第一手的报道。 警察甲市民伫大路中对立，场面真混乱。警方连续弹出几发的催泪弹，不少人是弹庄仔反击，过拢全烟雾。华视新闻团队为您掌握香港的最新消息。你可以看到，现在情势非常的紧张，在我旁边呢有相当多的警察，他们拿着盾牌、枪还有警棍，而且刚刚呢还发射了相当多发的催泪弹，直接就投向了香港市民。 正是专湾世界闹区，不满的市民包围警察，步步逼近。警察不断的用升级他们的武力，那所以造成了上个星期我们没有这个游行的，我们把那次的游行延迟到这个星期。主要还是因为警察来到的时候，他有很激烈的冲突，才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个反抗的行为。 原本是平顺的游行，就算咧落雨，嘛无法度阻挡香港人争取自由的决心。上万人穿乌衫行上街头，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。但是来到游行的终点站，却爆发冲突。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个多月了，然后一直都不出来，然后每次出来就只会谴责暴徒什么的，可是要正面回应才可以解决问题。 这次游行路线伫地铁开放站附近，正常发生港警伫站内弹催泪弹的事件，互乘客到附近的店家真不满，讲生意拢落一大半，因此真侪店家选择无开店，参加游行就是要抗议港警的武力，用行动表达诉求，希望政府莫只是干那听听咧，爱做出实际的回应。